那這個永康的正式轉運站其實就要解決這個國道客運長期下交流道之後在永康地區停靠的問題。我們知道早期在沿航地區因為沒有適當的路外場站的這個空間，所以它都只能路邊停靠。所以我們在這個前幾年就先解決了這個路邊停靠造成交通安全的問題，我們設置了臨時的轉運站。那同時也開始建設新的正式的轉運站。那這個轉運站總經費是5300萬，那也感謝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補助了4500萬。這個轉運站內有8個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國道客運的停靠之外，我們也特別預留了2席，讓市區公車來停靠。周邊的這個汽機車的停車空間也相當的充足哈。经過這個試營這段時間，我們在路邊以及原來的臨時轉運站部分呢，對於汽車跟機車的這個停車空間都盡量的來滿足。那我想我們這個轉運站的這個正式營運呢，我想对于台南市上下交流道的第一站長途客運一定有非常好的這個服務的空間。那也歡迎市民朋友來多多利用。在車道上，我們才一進一出讓車輛可以比較順暢的一個通行。那室內空間也非常的寬廣那讓國道客運跟市公車來分流，再讓民眾呢可以有一個舒適的一個候車空間這樣子。我們謝謝台南市政府來規劃設置這個這麼完善的一個轉運站。那實際上設置之後呢，對我們的市民朋友呢搭乘真的是很方便對我們這個運量來講是會有一個提升的。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起用。我們找一個好的地方，讓等車的民眾、通勤的民眾能夠有比較舒適的環境來做轉運，這是刻不容緩。那經過2年多的努力，把這個很漂亮、而且很舒適、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轉運站終於建設完成了。希望它擔負起讓市民行得安全、行得舒適、乘坐大這種運輸工具的一個好的經驗。希望它的啟用能夠帶來交通改善的另外一個契機。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1月12號禮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在1月12號到14號期間舉辦。初選進前的關鍵時刻，立委陳亭妃完成37區鐵馬行動，11號下晡來到永華市政中心。伊強調，這是伊要做台南400年來第一位女市長的意志力的表現。嘛向市民表達伊所主張的行動政府，毋是口號。立委王世堅特別攬下大力相挺，陳亭妃王世堅表示，伊無忍心看到陳亭妃被打壓抹黑，所以伊特別前來表達支持，因為伊信賴不信邪，請台南的鄉親為陳亭妃鼓電話，做伙支持陳亭妃擔任台南第一位女市長。把握初選前最後時間，立委陳亭妃在日上午為正統羅里門聖母廟出發，持續進行鐵馬行動拜票。陳亭妃鐵馬隊在下晡2點半來到永華市政中心，在南島路現場已經有大批支持者在遐等待。看到支持者不離不棄的相挺，也予伊目眶紅紅，感恩謝謝。我要甲大家感恩，咱今仔現場，咱無動員遊覽車。咱是人民用心用力要陪亭妃走完咱這最關鍵的一里路。立委王世堅看到陳亭妃在初選過程中面對抹黑、攻擊甲不實指控，始終選擇承擔堅持，讓伊非常不忍心，因此特別前來相挺，相信人民一定會行陳亭妃公道。不忍心看到亭妃伊在這次的初選，會當講是一個人孤軍奮戰，我實在看不下去。我不能看着陳亭妃一個人孤苦伶仃，去學一大陣的明星，安尼甲伊圍攻，甲伊糟蹋。所以，我信賴。但是不信邪，所以我來了。
陳廷輝強調，初選已經進入最後關鍵時刻，且鄉親佇咧1月12、13、14守護陳廷輝為守電話，伊也期待民主聖地台南會當出現400黨內第一位女的市長，來完成台南民主的最後一塊版圖，為台南寫下歷史新頁。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另外，立委林俊憲則是佇永康舉辦最後一場造勢活動。屏東縣長周春美、民進黨彰化縣長初選出線的立委陳素月到場徛台相挺。台南市議長柯麗麗率領共黨25名議員出席。台南市長黃偉哲更加是陪同為東區縣邸店出發進行車隊掃街。林俊憲嘛特別表示，東區縣邸店是台南民主聖地，過去蔡英文選總統。賴清德選市長甲選總統，市區起跑攏是為遮起鼓，伊嘛延續這項傳統，再度展現台南隊團結的精神。屏東縣長周春美和民進黨彰化縣長初選出線的立委陳素月，牽起立委林俊憲的手，佇台頂親親一鞠躬，拜託鄉親台南市長初選愛為伊支持。咱台南不能夠出錯，咱台南好，還要再更好。俊憲委員對咱大台南市的了解甲用心，所以伊嘛提出真濟對咱台南市，包括教育、社會福利，包括產業經濟這發展。這場初選最後一場造勢活動佇永康舉辦，大批支持者陸續到場。縣市首長級的嘉賓一一上台演講，插入氣氛。連立委王義川嘛連2天南下徛台。恁幫林俊憲顧電話，林俊憲顧台南。賴清德總統叫我這個台南囡仔大台北顧台灣。咱未來的市長是不是有迄個能力，會當真正帶領咱，加做一個幸福的城市？該在咱每一個時段，你是不是在這3天內底會當幫俊憲顧電話？台南市正副議長總共25名議員攏到齊，展現團結氣勢。林俊憲要拼黨內台南市長初選，剛一天透早對東區縣邸店啟動車隊掃街，市長黃偉哲更陪同上鄉，呼揮一條心，組成台南隊。這個地方是台南的民主聖地啊，我們東區的縣邸廳。過去哈，這有一個傳統，也算是傳統的儀式了。包括從以前小英選總統哈，賴清德選市長選總統啊，我認為對家來起夠了。現在等於是考前5分鐘要做重點複習了，那這樣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接觸到最多人，能夠把好的產品推銷出去。初選民調頭一天抽到高雄，林俊憲表示會努力到最後一刻，爭取到更多市民的認同加支持，贏得初選勝利。同時持續向賴總統爭取更多資源，全力建設台南。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2026台灣國際馬拉松in台南11號透早佇台南都會公園熱烈開跑，總共吸引25個國家，超過5000位跑者參加。市長黃偉哲甲儕民代以及中嘉寬頻等貴賓，嘛受邀請為比賽鳴槍。期待大家除了拼出好成績以外，嘛來感受台南豐富的文化風情。天也未光，台南都會公園就開滿儕跑者來熱身，希望佇台南市所舉辦國際認證的路跑比賽有上好的成績。希望大家都有好的表現，也祝福今天賽事圓滿。根據主辦單位表示，這屆已經吸引超過5000名的選手來參與。會中市長黃偉哲嘛一一為全馬42公里外等4組的參賽選手來加油打氣，展現台南這個比賽推廣全民運動，讓整個社區充滿運動活力。我是台南人，所以我覺得台南的跑者就應該要來參加這場比賽。我們全 EMBA 全部帶過來了，成功大學 EMBA， 對，在地的路跑要提一下。我認證的，然後是台南，因為我是在地台南人，所以
想要參加在地台南的馬拉松，21K，今天要破2，加油！由冰點空調名林演藝公司所冠名贊助的2026台灣國際馬拉松 in 台南，在各界熱情投資，把好這屆比賽會當順利圓滿舉行，讓跑者在台南留下美好回憶。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跑出健康，跑出屬於我們的風。謝謝。代表公司、代表集團恭喜大家今天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績，祝我們今天的活動可以順利圓滿成功。馬拉松比賽除了跑者是最佳的男女主角，一路上包括理工文處隊、中州健康舞蹈團等社區熱情的啦啦隊，嘛成為另外一個焦點。大家延續冰點馬拉松的熱情，在國際認證的賽道頂面來享受。相信每一位參與的攏是贏家。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全台首日關聖荒廟，日前深夜出現一位男子，先是搗亂五營，用手甲烏靈旗壓斷，甚至閣點火燒靈頭怪，也閣拍天公爐。警方接到報案以後，馬上調閱周邊監視器的影像，循線追查。真緊就鎖定57歲姓柯的男子涉案，專案依照毀損罪嫌移送法辦。關聖荒廟廟埕雄雄出現一名男子，先是破壞五營將軍的靈牌，甲內底農家亂吵吵，閣行到廟門頭前，手提大機香拍天公爐，連邊仔龍頭拐嘛無放過，專警有龍頭的所在出開，拍忝嘛也閣一個休困，最後閣用手甲烏靈旗壓斷才離開，行為相當的悍。第一次看到破壞的這樣子，一般是沒有得罪什麼人，可是可能就是喝醉酒，或者是有一些壞習慣的，然後導致他們會做這種動作。代誌發生在7號暗暝，相關的犯案過程攏互門口監視器翕下，廟方估計損失大約5000塊。隔工發現了後，馬上報警，警方嘛馬上鎖定疑似有身心障礙疾病的57歲柯姓男子涉案，專案依法上班。毀損罪嫌送辦。本分局對於任何破壞宗教信仰及公共秩序之行為絕不容許，均將迅速就辦，以維護轄區治安。關聖荒廟已經有300多棟歷史，是地方重要的信用中心。過去攏無發生過類似事件。紅牌龍頭拐至少有50棟歷史，代表着地位、權力象徵，是帝王寺的法器。烏靈旗是聖皇爺佇陽間執法的重要法器，常常用佇咧夜巡、驅煞，象徵陰間司法甲軍令，攏有高度宗教甲文化價值。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為了守護市民的健康，打造高齡優先健康社區，台南市衛生局12號舉辦一馬動身健康篩檢活動，號召指定年齡的市民朋友踴躍預約篩檢。只要民眾完成篩檢，就當登記領取300塊的禮券紅包。根據上新的驗證時間，目前每3分48秒就有一個人得到驗證，得驗的時間比過去提早14秒。因此，在新的一檔，市府衛生局嘛特別推出一馬當先健康篩檢的活動。上午由着副秘書長徐建林代表市長，以及衛生局長甲着座位的醫療院所代表，共同主持大禮包的啟動。其實，在我們台灣呢，我們的這個公共衛生一直都非常的重視預防保健，所以我們希望在疾病能夠因為我們的篩檢而及早發現，所以呢，政府提供了非常多的篩檢計劃。那我們希望搭配這個年齡層來提醒我們的民眾，所以今天呢，我們是從30歲
只要你能夠做抹片檢查，40歲的民眾做成人預防保健，45歲呢做乳房的 X 光篩檢，50歲做大腸癌、胃癌的篩檢，以及我們65歲呢，我們可以來做長者內在能力的一個檢測。那透過今天這樣的活動，只要我們的這些剛好是足歲的民眾呢，能夠加入我們今天這個活動的話，那麼就可以呢獲得這個300塊的禮券。那麼今天所有來現場的朋友呢，我們都鼓勵大家，只要是符合這些年齡層，都可以一起來篩檢。現場提供子宮頸抹片、乳房 X 光的攝影、大腸癌的篩檢等服務，民眾參與熱烈，上午完成篩檢的就超過250人次。其中台南市診所協會理事長林士敦嘛表示，雖然台南市在大腸癌的篩檢率比全國平均更加高，不過相對的死亡率嘛高於全國。理事長認為，有可能是甲篩檢的年齡較高。如果會用降低篩檢的年齡，對着死亡率會用大幅度來減少。台南市在去年的這個資料哈，我們大腸癌篩檢的涵蓋率是高於全台灣的平均值。好，我們涵蓋率有達到35.66，好，比全台灣的平均值是還高，這是很好的現象。但是在這個涵蓋率之下呢，很奇特的是，我們台南市大腸癌的死亡率也是高於全台灣平均值。這是顯現說，可能台南市民在做大腸癌篩的年紀是偏比較大的，他等到他年紀比較大、比較嚴重的時候才再來做大腸癌篩，所以雖然已經篩檢出來了，但是他死亡率其實降不下來。那現在透過我們現在大規模的來做大腸癌篩，配合政府的深耕計劃來做的話，我們期望要把這個大腸癌篩的涵蓋率從35.6%提升到60%。這個在數據上，只要提升到60%的話，就能有效降低我們大腸癌的死亡率。市府今年特別針對5大族群，對30歲到65歲之間，推出專屬的健康大禮包的篩檢活動，民眾對今日起到2月28，只要符合指定的年齡，完成篩檢，並且照規定來登記，就會得到300塊的禮券，鼓勵民眾踴躍來參與。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過去胃腸內感染，大部分攏是因為公共衛生無好。不過近年來，經過台灣臨床經驗，甲公共衛生監測發現，一個原本是被認為胃腸炎或者是食歹腹肚的腸道感染，其實是甲性行為傳染有關係。來看下面的醫療報道。腸道的感染唔定是食歹腹肚，新台病院感染科醫師蔡進祥表示，根據近年來台灣臨床甲着公共衛生的監測，一寡原先被認為腸胃炎或者是食歹腹肚的腸道感染，發生在特定的族群，因此懷疑甲性行為的傳染有關係。腸道疾病的傳染病的話，它的這個病菌，包含說我們的寄生蟲，像痢疾亞米巴，像是梨形鞭毛蟲，像是這個隱孢子蟲。那腸道的細菌呢，包含說這個志賀氏菌，它就是我們俗稱的桿菌性痢疾的致病菌。另外還有彎曲桿菌，還有這個沙門氏菌，還有像產毒素的一個大腸桿菌等等。那這一些病菌呢，它以往都是因為公共的衛生條件不佳，或是因為吃了這個未煮熟或是呢未清潔的食物，導致呢這個有腹瀉的症狀。但是呢最近在台灣呢發現說，我們近年的這個公共衛生上的監測，發現呢這一些腸道疾病呢開始在特定的族群出現，那很可能呢是經過這個性行為傳播的，特別是呢假設說有經過這個肛門的接觸的一個性行為，那所以說在這個台灣的疾管署自2015年起也注意到說桿菌性痢疾它的這個好發的對象，特別是在本土的個案呢就是也有包含就是我們的這個男性行為，特別是呢有這些口肛接觸的這一些患者。新台病院感染科醫師蔡進祥強調，醫術性傳染的腸道感染的患者，袂用隨便來食抗生素，一定要經過正確的診斷，包括糞便檢體的檢查，必要的時搭配性傳染篩檢，
有尿液、肛門、甲啲口腔等，才用個對症來用藥。如果它剛好是不具抗藥性，它有可能在一般的抗生素治療之後就會痊癒。但是呢，因為目前的話，在流行病學的監測上，抗藥性的比例是一直在上升，所以有可能呢會在一般的我們第一線的經驗性抗生素治療的時候，可能會治療失敗。對，是有可能。那另外就是肝癌 PE 菌的感染的話 ，PE 菌的感染必須要用一種特定的抗生素，叫做 doxycycline 的抗生素。哈，那多喜霉素這個抗生素的話，一般不在我們的感染性腹瀉的抗生素處方的選項裡面，所以必須是因為經過這個我們的核酸檢測，發現是 PE 菌陽性之後的話，才發現說原來是 PE 菌的感染導致它這些腸胃不適，好，那才會去進一步的治療。醫師指出，如果有肛門接觸的性行為以後，出現包括腹瀉、血便，或者是痢疾後腫、肛門痛痛、有分泌物等症狀，而且超過3天還閣無改善，就應該盡早來就醫評估。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慶祝福島聖道紀念日。佛光山南台北醫將在1月10號至26號期間展開喇叭梅發送結緣活動，預計要送出10萬碗喇叭平安梅。所以為了確保近10萬份的祝福攏會當有上好的品質，佛光山南台北醫特別先舉辦喇叭梅烹煮授課品鑑，邀請150位負責煮梅義工做伙來參加培訓。佛光山南台別院慶祝佛陀成道紀念日，結合所屬30個分會，分別在27個據點展開臘八粥結緣活動，預計將送出10萬碗熱騰騰的臘八平安粥。佛光山台南區總住持滿洲法師希望這10萬碗臘八平安粥能化作10萬份祝福，在冷冷的冬天，讓民眾感受到佛陀的慈悲與溫暖。為了慶祝佛陀成道的這個吉祥的日子，我們這一群義工菩薩呢，預計從1月10號開始，也就是明天，我們會在南台北院轄區27個據點送出10萬碗的熱騰騰的臘八粥。這呢不只是一碗粥哦，我們更希望這10萬份的臘八平安粥能夠化作10萬的祝福。然後在這寒冷的天氣裡面呢，讓每一位市民朋友拿在手上，心裡都能夠感受到佛陀的慈悲跟溫暖。為保持每碗臘八粥口感一致性，南台別院9日晚間舉辦臘八粥烹煮評鑑，邀請掌廚經驗豐富的餐飲系老師黃秀霞授課，以星雲大師所指導的配方，傳授如何烹煮出美味臘八粥。小小的火去炒它，你不要大火，大火的話，這裡面一定超會當。那我現在要嗆這個醬油，這個是醬油，哦，嗆下來哈，你看哦哈，這樣淋下去，那嗆鍋邊的醬油它是很香的。為了煮出口感一致的臘八粥，南台別院的志工們認真做筆記，甚至還錄影記錄，就怕遺漏任何步驟。經過老師的指導，也讓志工們個個信心滿滿。能煮出最美味的臘八粥，供養大眾。要經過老師的那個教導，有沒有感覺更上一層樓？有，更清楚，更好。對，秀霞教授來幫我們整個流程講得非常的詳細，不論是食材，還有水的比例啊，還有火候的部分，都講得非常的詳細，讓我們就是很有信心，可以把這次的臘八粥煮得很美味，供養大眾。這10萬碗平安粥從1月10日到26日，將陸續送往台南各社區、機關及弱勢團體。滿洲法師期許，透過這一碗碗滋味一致的臘八粥，能將佛陀成道的喜悅化作舌尖上的溫暖，讓社會大眾在寒冬中感受慈悲的力量。10萬碗粥，10萬祝福。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2026年是家人大航海400年的重要歷史時刻。和平島地質公園推出2026四季旅行票，會當一冬4解四季入島。為即馬開始到1月18號，限時推出早鳥優惠，好康真濟，呼籲有興趣的民眾卡手就要緊。
因為今年呢是大航海400年，所以我們的四季旅行票呢也結合了大航海400年的一些理念跟活動。那希望呢大家可以用一張票，然後玩1年，然後玩4次，不論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然後針對小島不同的風貌，然後來做體驗。和平島地質公園四季旅行票相當受歡迎，今年再度推出2026的四季旅行票券，一次打包4次入園，有許多活動都可以報名參加，還有多家在地的店家的專屬優惠，方便讓民眾可以用親民的價格來深度體驗和平島的四季人文與海洋魅力。那這次非常非常划算的是，我們一張票呢最低只要200元。那200元包含什麼呢？它第一個，它可以入園4次。然後第二個呢，它可以體驗我們的阿拉堡灣的秘境。然後第三個呢，還包含了店家50元的抵用券，以及在夏天的時候呢，你可以來玩 SUP 跟獨木舟，也有贈送抵用券。然後再來就是呢，我覺得非常有趣跟非常酷的是，我們還加入了一個叫基隆港，然後搭船的抵用券，你可以從基隆港搭船來到我們的和平島，然後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好玩。最後呢，我們有一個叫做永續的活動，叫做小島製造，然後也包含抵用券也都在裡面。所以一張票玩4次，春夏秋冬都玩得到，然后里面包含了丰富的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但是呢，200塊的抵用券它只優惠到1月18號以前哦，所以200元最低的價格一定要在1月18號以前把它買下來。和平島地質公園表示，從400年前的航海啟程到今天的四季旅程，和平島始終是一座相當值得被探索的島嶼。四季旅行票是一張門票，可以陪伴大家1整年的島嶼體驗，邀請旅客用1年的時間走進屬於自己的和平島之旅，體驗基隆的山海人文魅力。記者黃志生、陳淑平基隆報道。感謝你收看1月12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美純，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慢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你們知道嗎？台灣即將迎來新的里程碑，是什麼？是什麼？這件事和你們都有關係，就是民法成年年齡修正了。那會有什麼改變嗎？改變可大了呢！從112年1月1日起，滿18歲就是成年人嘍。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滿18歲以後才能結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簽契約、租房子、到銀行開戶。不過，成年人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做任何決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們會趕快去了解權利義務，邁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